来镜头刷灯的台湾，来看网络借钱的平台 IMB 涉嫌诈骗，违法领钱超过90亿，受害者超过5000人。早起，台北地方法院召开第一届的调查庭，自救会是质疑着检方，敢若查扣着大约6亿的不法所得，但是要80多亿，即卖要不知去向。自救会阁讲，今年的4月已经有共犯承认诈骗，嘛申请保全证据，但是煞互驳回。结果，互主嫌张国伟甲张淑芬有时间来脱产，甚至来逃走。这吹哨者保护协会理事长王国昌嘛到场来声援，伊批评台北地检署起诉的品质真歹，扣押的不动产的金额更加是碰风，对被害人一点仔帮助都无。查金流要真相。IMB 案件头一摆调查庭，自救会成员讲听前立委竟然是公开骂北检。桃园的那15笔土地，台北地检署估值的公告现值有3亿多元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惊讶。事实上的持份大概都只有200多分之一，整个加起来的坪数是18坪。伊讲扣押清单不动产金额碰风，甚至连车检调嘛无煞煞。昌盛集团旗下的那一台保姆车列在扣押清单上，立法委员陈欧珀说那台车他已经还了，他还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一台车目前蒸发了吗？主嫌张国伟甲共犯总共31个人，8月底已经被起诉，因为自救会质疑检方，敢若查扣到差不多6亿的不法所得。还佫有80多亿，即摆唔知去倒位啊！张淑芬她的户头的支出明细，曾明祥他银行账户的细目，以及他的信用卡的刷卡记录，院方的卷当中，我们还看不到。另外，自救会嘛认为讲，检察官侦办的卷宗明明都证人指证讲有非法的政治现金流入政治人物的落地啊内，检察官是安怎无去追查？今年4月，IMB 共犯向检警坦承 IMB 的不法诈骗行为，并申请台北地检署紧急证据保全，然而却遭台北地检署驳回，导致曾耀峰与张淑芬等人在这时间可以脱产、隐匿不法所得，甚至潜逃。IMB 自救会提出4大诉求，呼吁检调强化侦办的力量，彻查所有金流兑回不法的所得。若无食被害人免相信检调的办案品质，替因讨回公道。Hello， 我是冯维之，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